大家好，我係數字合醫。丙午馬年嘅夏天已經熱到將成個宇宙都好似蒸桑拿咁，日日出街都俾陽光照住。但係好多人喺職場上可能都覺得我努力咗咁耐，點解都仲未有高光照到嘅？唔使驚，其實好多人呢運氣都唔係即刻爆燈嘅，而係你要準備好，而且係堅持準備。然後宇宙先至，哎呀，原來有呢個人㗎，咁先至回頭望你一眼。高光時刻係等緊有準備嘅人。好多轉咗行或者做生意轉型中嘅朋友，最初都試過冷場、轉型失敗、低潮到想喊。有啲人一開始走錯路，似我咁，成日以為自己係美容界隱形人。但最勁嘅人就係冇死死地守住一個招牌。好似我認識好多做美容界嘅朋友，由做單一療程做到全套開運美容方案，由技術仔升級做管理層，不斷擴闊自己嘅能力。火馬年好似一匹冇帶環繩嘅烈馬，跑得快但容易燥。數字玄學教我哋呢個年份最緊要先沉後起。冷場唔係判你死刑，只係宇宙喺度試你夠唔夠穩陣。運未到，只係你嘅時辰仲未開門。真正值錢嘅人唔係今日叫咩職銜，而係無論火燒得多勁都企得穩，夠膽變革升級得起嘅。我再送你兩個小魔法，推介夏天出生火旺嘅客戶做保濕 treatment 或者買 supplement， 冬天出生嘅客戶做基嘅療程，因為水火調和有助運勢，幫助旺財。春天秋天出世嘅客戶全部都要。然後溫馨提示佢哋根據自己流年數字改翻個手機密碼，改完1星期後，你會發現氣息同自信突然叮一聲亮咗。試下做啲唔同嘅嘢，主動出擊啦。所以唔好太早話自己冇運，有啲機會看似遲到，其實前面嗰段路一直喺偷偷幫你鋪紅地氈，等你有足夠份量去接住呢份福氣。命運從來唔會浪費一個肯準備、肯升級、肯笑住面對低潮嘅人。想知自己火馬年專屬開運數字，可以睇返之前2段短片。祝大家笑住準備，高光一定馬到功成。拜拜。